来继续来看台中的捷运，有民众伫车厢咧耍枪。这是昨暝7点外，一个35岁姓叶的男子，伊早着佚佗枪，伫捷运的车厢内底咧耍，引发着民众的惊狂。有人看到了，赶紧来报警。讲等这个捷运的车门一个拍开，有袂少的民众袂输是咧夺命安尼赶紧冲出去。这个男子最后是伫咧乌日站，互警方用现行犯来逮捕。 捷运的车门一个拍开，车内底民众雄雄公公走出来，甚至有查某人手掼细卡行李箱，唔管偌重，嘛要紧走。随着一个头顶安全不满、穿乌衫的查甫人会从车厢行出来，伊手提纸袋啊，在佚佗名称，因为伫咧车厢内底会来会去，互民众是惊到要死。 代志发生所在就伫咧台中捷运，昨暝7点多，35岁姓叶的查甫人伫咧市政府站食饭饱，在佚佗名称会市府站上车，查甫人伫咧车厢提枪是回来回去，随着捷运到丰乐公园站，查甫人落车搁上车，尾仔伫咧乌日站落车，去现场的警察甲伊压伫咧涂骹。先跑比较重要，对。如果从灭火器还是有一些工具可以拿来抵抗，还是跑比较快。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怪怪的，然后就可能会慢慢的飘远一点。警察甲人抓起来了后，除了发现佚佗名称，写成是身躯顶有细枝刀仔含家土。经过调查，查甫人可能是因为创业失败，精神压力，所以才会想要透过这个方式向大家注意。叶嫌在捷运车厢上把玩玩具枪，并造成同列车乘客惊慌奔走，由庄姐立即进行疏散，并通报警方。 查甫人在佚佗名称坐分，就算无人受伤，不过嘛是互坐车的民众惊一个软脚，行为已经犯恐吓、危害公众安全罪，却以现行犯抓起来，嘛叫警察移送地检署侦判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